要记笔记嘞！老师，音乐，哈，塞，啾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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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啾。教啊！哔哔哔哔哔哔。交通警察。噔噔噔噔噔噔。机器人。这来。哦，够简单的呢。换我。石头。大树。一刀啊。马桶。阿狗。甲囡仔讲故事。咱来听故事。你看，喵喵。哦，就行的呢。换我。哎呀，你安怎？无代志。臭妖怪！我是上厉害的总破师。哪有人安尼煮饭的啦？无安尼你看吼，唰。哦，会晓袂啦？根本无成嘛！煮饭要安尼。哦。大钱，啊咱要吃算啦。啊。你，本地就无成嘛。阿英啊，啊，你咧创啥？我咧拍电动啊。拍电动。啊，我若见摆看到你吼，你就是咧拍电动。啊，厝内乱七八糟，你也袂晓款的呢。我拢有看好无？敢有像阿嬷做到遐尔啊斟酌着啊？当然像阿嬷共款斟酌。你吼有成无成，毋是你讲的准算啦。来，我看卖咧。阿嬷的家内事评比时间，1分到5分，阮乖孙阿英啊有几分？第一关扫涂骹。哎呦，毋是安尼啦！你看阿嬷吼爱安尼扫。啊，过船啊，倒边个，啊，正边个，安尼会晓无？来，较紧诶！哦，过船啊，倒边个，正边个，倒边个，正边个，过船啊！第二关切玻璃。哎呦喂啊！哦。你遐尔大，咱要创啥啦？是要甲玻璃敲歹呀？来啦，看阿嬷啦！啊，像安尼吼。哦。叮叮诶，叮叮诶，安尼会晓无？来，换你。哦。叮叮诶，叮叮诶。你嘛较认真呢。我足认真的。第三关洗倒布。清清气气。哎呦，唔是安尼洗啦。你看阿嬷，我甲你教哈。哦。准备开始。哦，阿妈我会算啊啦。来啦，哟！你是要去倒的？我哪有咧甲你算？倒来啦，哟！阿英啊，喂！恁即摆咧创啥物？我咧演球啊。演球啊？嘿啊，我是一张互微啊风咧吹的球啊。有时阵嘛有大江风。
嘛有像安尼的树啊，你甲看，哦，哦，是无共款的树啊！阿英你学到足成的呢。假树啊！有成无成拢无要紧啊，好耍上重要。嘿，好耍上重要。对啊，无咱做伙吼来变一张大樟树啊！好，嘿，我是意大利树啊，哈哈，我是咧大岛的树啊！我是咧海边的树。吼，你竟然困去哦！歹势啦，我毋是超工的啦。阿高，你是不是暗时拢毋困，表示嘛伫咧耍电动，所以哦，即摆才会无精神。还是讲哦，你咧看网咖，看到起工，所以哦，即摆才会困去。莹莹，你表演甲有够成的呢。我表演啥物啊？你表演好霸舞啊，足成的呢。阿高，我即摆是咧生气呢。啊！你敢知影因的籽生做啥物款？下流的籽包伫咧红色的果子肉内底，木瓜的籽像一粒宝贝红满。椰子伊家己就是一粒大种子哦。妈妈，我看到一只刺毛虫。倒位？迄是刺毛虫对无？你看伊足侪刺。哈，阿母讲要带阮去看足侪岩松草，行？你细字哦。哦，这足侪岩松草，咱搬遐个好吧？在这吧。等我一下。酸酸。咱回家阿姑。我有食过这啊，迄就是正常咱在些时阵，迄时啊还酸酸的。对，哇，这个迄叶啊有刺呢，我拄则插着你看。你路恁行，你松林内底行的时阵爱较细腻的，有时迄有刺。啊，你敢知岩松草下骹有迄水晶菜头？你敢有学着过？来学看卖好吧？咱有学着。你有学着，我来学看卖。一点点啊，这，你看，你点解敢有食？水晶菜头。就是系啊，水晶菜头就是水晶的。对啊，安尼白白对吧？爱有生菜头对吧？我过来学看卖这张有吧？你甲我倒客一下。这个无，哇，这个无，这个无，看卖这张呢？张看卖，这上细张，咱搁去找看卖。今仔遮的水晶菜头足少的。这若是你伫山林呐，啊，你的地拢啉了啊，你做喙焦的时阵，你就足需要岩松草。
因为伊内底有汁对吧？啊，搁会互你酸酸有脆烂，安尼你的身体就有水分会使补充，所以你爱熟悉这种草啊哦。这是乌甜啊，乌甜啊，你看伊这有精致这，伊的果子，这即摆是青袂使食，啊，毋过伊若是变做足乌的姜仔色的时阵，就会使食哦。你顶间有食着无？就是这就是乌甜啊。啊，这姜仔细汉的时阵，我的阿嬷就是你阿祖，会起来煮糜。这粒，我袂，要安怎？敢若一粒，要安怎？安尼，阿姑我等下去找互你，我找。妈妈，又是粒目球。目睭，迄是甜仔真的，所以这个叫做乌甜仔菜啊。对啊，哦，足侪只呢，安尼已经4只。妈妈敢会使吞？会使，全部吞嘞。有甜甜吧？是甜的了吧？迄会使吞真正的。我细汉最爱食。剥一个我袂使吞啊。对，好食。你讲，好食对吧？下骹佫有一张乌甜仔，咱去看卖，看佫有通食无？社会讲台语。去魔糖，去魔糖，姜酸草，姜酸草，乌甜仔菜，乌甜仔菜，剥一个就会使吞，剥一个就会使吞。恁敢有学啥物物件学甲真常的经验无？其实哦，每一人观察的角度无同款，表现的方式嘛会无同哦。有机会会当甲朋友做伙耍看卖，会当发现无同的趣味哦。无毋对，下一回嘛要继续收看咱的。咿呀咿呀哟，再会。